宜湾路困号5当前建议在816线高架桥卡空间活化议案，伊讲经过被第5公路总局调栏到找立委协调，目前立期已经完成的过程实在相当感慨，因为选举之后竟然被港区的议员挂伫我尾。总决选当中，除了要求市长主持公道，嘛强烈要求除了去机车停车位以外，溜冰场或者是图书馆等用途，买纳入规划当中。迄5当前就一直开始，一直一步一步安尼直直行来。你向人即马做好啊，去一个勘察，讲伊做，这敢有公道哈？市长，咱86这6块停车位做了。后壁的这部分遮2地3地，恁要安怎规划？你会当即摆讲一下。我有甲你建议讲，恁若如果咱来规划做一些图书馆，图书馆，或者是溜冰场，或者有其他的一寡用途，我叫恁来规划。我甲议员报告啊，这图书馆迄个情形可能无，溜冰场即摆你向溜冰场。溜冰场佫要做啥物？小孩子的那个游戏场所吗？一些体健设施，那也在跟地方有一些共识，比如说也会做一些你看我拢出一寡图，你看你有看？有啊，书店。南区记忆段中卫区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，不过都市计划会当规划停车场用地毕竟有限，所以为了改善当地已经有500多户停车需求，伫议员争取总算由南区公所领用开辟，后面将相当减配。不过因为要部分空间，所以才进一步争取希望彻底活化。台南新闻，阮志玲跟采访报道。